这是同行送来的一个宝马玻璃啊，用砂纸打的，很深。咱们这个采用抛光玻璃修复，专业划痕修复啊，把这个伤给它去掉的。期待咱们修复后的效果和操作流程。一点点变浅了。这个玻璃咱们已经抛完了，受伤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，看看咱们修复后的效果。这是强光灯，相当哇塞啊！宝马的。